再来看台中一个读1年的查甫囡仔，昨下晡伫大理区文化公园佚佗的时阵，去弄到头壳，结果血一直流，连这个运动衫嘛拢倒着，互家长是真唔甘。区公所表示讲，会赶紧去甲慰问，也会来强化公园的防护措施。陈小弟弟的头壳顶也阁包着纱布，伊才7岁，读国小1年啊。15号下晡3点外，安亲班的老师带着伊甲其他同学到大理区文化公园来活动。伊甲同学走到大象楚留龙下骹的磅空绳，但是要出的时阵，就弄到伊的头壳。我要起来的时候，出去的时候就撞到。陈小弟弟的头当场血一直流，白色的运动衫嘛拢染做红色。伊的爸爸接到通知，赶到病院，看到囡仔的伤势，相当的唔甘。一定紧张的，感觉做不好的啊，希望说不要给下一个小孩造成伤害。因为是石头的，所以撞到一定会痛啊。我是希望就是我们公所还是什么单位，他们可以就是做一些防护措施。受伤查甫囡仔的爸爸甲附近的民众拢感觉，这个公园有规的儿童防护不足，希望市府会使较紧加强，才袂还佫有其他的囡仔受伤。负责维护该公园的是大理区公所，公所表示会加强有关的安全防护。区公所已经紧急派员将现场围设3角锥警示，那后续会邀集养工处会开研议加强有序的安全防护。不过有民众认为，市府应该全面检查有儿童有关的公园，若是发现防护不足，就要马上处理。唔是伫咧意外发生了后，才头疼医头，脚疼医脚。记者台中综合报道。